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rot 10月份人馬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人馬座10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人馬座依家身邊有一個你幾中意嘅對象。一開始你會嘗試抑壓住自己，叫自己冷靜啲，唔好太快就行動嘅。咁但係老實講，你都忍唔到太耐，好快你就會開始做主動，好積極咁樣去到接近對方。咁但係要留意啦，你可能太過衝動同埋太熱情，對對方嚟講係太快太直接，你亦都可能會太想知道個結果，而令到對方係有啲壓力嘅。咁所以我會建議你放翻慢少少你嘅步伐，保持翻自然，唔使太過刻意嘅。只要你係同對方可以好放鬆咁樣相處，順其自然，我會覺得你成功係個機會都幾大㗎。有啲人馬座依家係有一個發展緊嘅對象，可能仲未正式拍拖，又或者係啱啱先開始一段關係。你哋而家咧仲係喺觀望同埋摸索嘅階段，未有真正嘅承諾嘅。我見到你係好想有一個主導權，好想俾對方見到你嘅吸引力同埋能力。咁而且情緒上，我見到你已經好投入，但係又會有時覺得好冇安全感，所以最近心情都會有啲反覆。有時係會忍唔住諗太多啊，好驚自己付出咗但係冇回報啊。咁到最後，有啲人馬座最近同你嘅另一半可能係多咗好多嘅摩擦，雖然唔係一啲好大嘅爭執鬧交，但係呢啲摩擦累積咧，會令到你哋嘅關係好繃緊嘅。我見到你好冇安全感，可能你好驚會失去對方，所以咧就會收埋自己，唔係好敢直接講自己感受出嚟。咁其實你就唔需要話用太多力去到穩定呢段關係嘅，反而越自然係越好。試下放鬆少少，相處嘅時候講多少少自己心底真正嘅諗法，咁可能係可以幫助到改善到你哋嘅關係㗎。人馬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